关系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上新的政策，为这个拜四3月初5开始，喙烟会当加买1片，大人的喙烟7天买3片，若儿童喙烟7天会当买5片。这个喙烟的寿命制，民众摕这个健保卡来买喙烟，若外籍配偶嘛会当用居留证来购买。也毋过苗栗有一个外配，连续到2间的药房要买，讲拢无爱买伊。药房讲，因为因袂晓操作着电脑登录的系统，这是互外配翁婿真怨气，讲这根本就是看人无目的。药局门口真侪人排队买喙烟，不过苗栗有一名规律编辑外配女子，日前摕居留证要买喙烟，煞连续拄着2间药局，以袂晓操作电脑系统为理由，拒绝卖予伊。他就直接拒绝我说，他说不要，我不会，你去找下一家。他就是买不到口罩，像我遇到我这种情况，他就是买不到口罩，他1次2次买不到，他就再也不买了嘛。感染又怎么办？外配翁婿真感叹，讲受到轻视，但药局澄清是因为捌拄过用居留证买喙烟的民众，这电脑操作模式绝对不是轻视。我们没有做过，后来我有问同业啊，我现在知道会。我操作它的话，可能要学一下，可能要20-20分钟啊，所以我请他先去别间。药师强调，当时只有伊一个人顾店，面对顾客排队抢买喙烟，不过爱电话问人系统的操作，根本是做袂起。跟我们卫生单位来联络，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同仁，哈，比如说我们卫生所的同仁，那过去给他辅导。喙烟寿命制法未实施将近1个月，苗栗县健保药局嘛透过LINE群组解答居留证电脑操作问题，健保署专线电话甲官网嘛拢会当找到答案。药局业者若是无清楚，会使赶紧询问，以免佫造成民众的误会。